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乐嘅节目。哇，乡亲朋友吼，過年咧吼，哇，過年前大家吼做出去咧攀煙火啊，啊，個路風嘅差特別多。今晡日咧是嘅福喜樂咧，大家來講一下哦，大家要注意嘅交通規則咯，尤其係過年期間，還有啊，當到嘅活動時，我哋提醒誒你嘅鄉親朋友要注意嘛嘅事情哦。不過咧，到時候嘅來賓啊，出來之前呢，先來看一短片。2號對方開槍，需要支援，需要支援。小学生都会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Cross paths, sweep the floor. Feel your presence in your absence. Shut the doo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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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ouse on fire, leave it all behind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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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Dark as night, let lightning guide you.好啊，鄉親朋友咧，看到嘅短片咧係杜內夫分享帶來一個短嘅短片，然後大家都分享講哇講呢度咧嗬，其實大家當辛苦嗬，一啲講順差啦嗬，當辛苦嚟維護大家嘅安全嗬，大家咧分享呢見嘅來賓應該是係內夫分享警察處嘅處長楊坤明處長，歡迎隊長。大家好，我是內湖分局偵查隊隊長楊坤明。啊，歡迎隊長哦！哇，很久不見啦。是好，大家都歡迎你聽解來賓呢強榮係來自內湖分局交通處嘅分處長汪義發。大家好，我係內湖嘅交通分處長汪義發。大家好。啊，歡迎哈啊！你隊長其實已經來過我們節目有3次了嘛？對對。好，不過1年才見一次面哈。我今年哈見到隊長哈沒有那麼緊張，第一次、第二次見到的時候很緊張哦，但今年因為已經見第3次面了哈，冇咁緊張哦，係冇隊長不笑的時候哈，真的
真的很像队长。这不用紧张，我魑魅善言的。真的是，欢迎队长来到这边哈。这个是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节目，让大家都见面哈。对。讲回六改用新朋友，带到关系主动来。Melody telephone。哦，Melody telephone 呢？我改变下讲回六什么？係啊。我講是的，哪位糖什麼？未位糖。好，今天來上節目，非常歡迎分隊長到這邊哈。鄉親朋友啊，狗年到咧哈，其實當繞牆都會理解隨從啦、分隨從來到節目地圖，就是因為過年到了。真的有很多要特別加強的問題，對不對？對，過年到在治安的部分，像竊盜案件啊、詐欺案件啊，都會比平時還發生的件數還多。對，所以這段期間啊，要提醒民眾啊，對於這兩類的這個犯罪啊，要特別加強防範。竊盜跟就是詐騙，對，為什麼呢？因為過年到了，大家都需要一點點紅包錢，對不對？好，所以就會用這種，好改放心哈，所以基本也特別的提醒大家，平常大家會注意，可是可能有時候過年要更提高警覺。是的，就是這種感覺，對不對？所以今天來到這邊，就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為有時候你就會粗心。對不對？好像詐騙案件還是一樣很多很多。雖然經過我們的強力的宣導也強力的查緝很多案件但是還是有一些民眾他可能平常疏於注意一些社會這些治安的案件新聞所以本身沒有這個防詐的這種警覺性，所以當詐騙集團電話找上門的時候，他第一時間就被騙。真的，對。好，我們雖然常常用到台大的分雄這樣子來宣導，可是一真正遇到的時候，他的案件的那個比例還是非常非常高。尤其狗年前，對不對？過年前就是這樣子。他就是他詐騙集團他一般都是用亂槍打鳥的方式，這樣撥打電話去騙這個被害人。對，那被害人有些就是剛剛所講的，他要是沒有警覺性就被騙。真的，像隊長的朋友就是，對不對？最近都會接到很多詐騙電話。對，但是因為可能常常跟隊長相處在一起，就會覺得一接到應該就知道那是假的，好，所以會不給騙到。好，今天呢也特別繞牆頭分水中的一朵倆片，就是因為其實交通安全是過年前大家特別要重視的。對，而且交通安全很奇妙動氣管。你得講動氣管，就狗年前，路上特別多車，對不對？所以這樣子是不是特別在分局這邊要特別出動更多的人力來維護交通安全？對啊，像過年期間的時候，可能大家在會一些採買年貨或者是去訪友的時候，所以像過年的時候，我們的車流量都會特別的大。特別大。對，所以像在過年前的時候，像我們台北市我們整個交通警察，我們都會提早到我們的到崗時間，就是交通整理到崗時間，我們都延長，可能到有些到4點，有些到3點就來提早到崗，就來疏解。你的提早是說？因為原則上我們一般我們像平常日我們的交通疏導，可能大概都是5點或5點半才到崗，但是可能過年前因為車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都會提早到崗來疏導車流，然後我們也會加強一些執法，像一些違停的車輛我們一定要加強驅離，或者還有一些在路口可能沒有保持淨空的一些車輛，我們都要加強取締。對，所以變得比較忙，對不對？好，所以隊長這邊跟分隊長這邊都變得特別忙。不過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跟大家分享，其實106年的交通新法規有些改變。對不對？我們這邊列了5點，是今天內湖分局這邊特別要來跟我們大家提醒的。第一個，汽車考照5月強制路考。對，像那個5月像我們之前一般路考，像以前我們可能只有在那個駕訓班裡面來路考而已。對啊。對哈，但是因為很多駕駛朋友在路考過了之後，但是實際上上路卻不敢上路，所以從今年開始的話，就是規定一定要在路考，就除了駕訓班考完之後，你還是要實際上開到外面來這些路考。我突然覺得我好險，我那個時候還沒有要強制路考，我那時候的考試真的是在駕訓班裡面練習。那現在考不過嗎？現在考得過，我只是隊長什麼時候變得俺小扣這麼幽默是沒有錯，可是我覺得沒有錯，因為有很多人在駕訓班考到駕照之後，其實不敢上路，要不然一上路就很容易發生危險跟擦撞。對，因為會怕嘛，會沒有經驗嘛。對，好，第二點這邊是高齡駕照強制體檢換照。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改成75岁以上的长者的话，就要强制您去体检，实施一些认知的检测。之前都不用。对，之前是不用，是一考到的话，就是你终身都可以使用。对，然后现在是你一考照，75岁长者考照了之后，可以使用临时的驾照2年。对，只能用2年，2年过了之后，是要再重新的再去考照。其实港沟很麻烦呐，每期都动麻烦，可是事实上这是对老人家好，对不对？对安全很重要。因为一些老年家，可能他的到年纪到的时候，他可能一些关节或者一些视力都会退化。对，你再叫他上路的话，其实有时候不只是对他自己啊，对其他人也会造成危险。是，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来提上点其实了解讲到国道5大违规加强取缔，这次特别加强。对，这是像那个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就是有一些针对一些可能会仪器啦，就一些高科技的用品来针对我们的警察可能像一些酒驾、超速，还有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还有一些在交流道路口你就直接插队进去的这些我们都会来一些加强执法。说真的有时候自己开车在路上遇到那些违规人，真的心里很讨厌会吗？队长，你如果自己在开车遇到这样，会不会真的很讨厌？对啊，其实现在民众车上都有行车记录器，对，也可以就借这个行车记录器的录影资料，那事后提供给我们警方来做一个是可以的，举发的这样的对动作。有时候自己开车在路上其实时差也是其实你是很守规矩的，可是恭喜台位，你突然看到有人他开车他不遵守交通规则，他自己不遵守交通规则，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然后就那个时候整个心情在车内开车，性情是会变得动不过师兄崔总讲其实你如果有行车记录器，你可以录起来。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子会危害到大家的交通安全所以呢，希望讲走在台架，走在就是可以去检举的这样子其实刚才呢讲到第5点，还有最后1点最后2点其实载孕妇小型车是可以走高承载的。对，是从今年开始的话，你只要孕妇她有提供她的孕妇手册，还有她的身份证，所以她要在上匝道之前给我们做查核的话，我们都可以予以放心了。好，注意一点，汽机车强制开大灯，这个很重要今年。对，这是从今年才开始实施的对，就像我们的机车。像我们就是一定在出厂的时候，现在就一定要安装会自动开启大灯的功能。自动安装就是出厂的时候要有那种可以引擎一发动，它就会自动开灯，而且不能手动关闭的功能。那这样不是等于随时都在开大灯？对，就是从今年开始就是要的，因为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是不是？队长那以前这个配备算那个高级配备那现在的车辆都必须要有这样的配备。对，因为以前是晚上嘛，对不对？天黑的时候，台嘎独地嘛，还有走隧道的时候，现在变成随时都要开。对，我觉得这真的，其实公道安斗嘴希望公，大家真的要注意其实有时候自己没有发生这样的意外，台嘎没有感觉，但是有时候一旦发生了，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有时候自己受到伤害，也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两海提皮了提醒台嘎因为新朋友你讲到两片是今年的特别在交通规则方面有改变的地方，都两片到大家都讲，提醒大家提前要注意所以DSC 就是 DSS 走的呢就比较不会违反我们的交通规则比较不会被开到罚单这很重要好，因为前面还有动作的大家要注意，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欢迎走在绕墙头，女夫分享警察处改追踪，还因为你改交通改分追踪，那度节目地图到大家都会分享一下。真的过年要到了其实就像队长讲的诈骗案件大家要注意，对不对然后偷窃案件要注意，交通安全更要注意刚才讲到好多点是今年新的，我这样子听下来，我真的觉得是对我们的整个人民是比较好的，比较有安全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而且是不是我觉得在这边有一个特别要提醒大家我觉得很重要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安心，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行人优先，항路感应提台，所以我就会很安心的过我的绿灯。可是那个车子红灯这样一直转过来的，有时候还是会稍微好像有点，要是你先过还是我先过，
后来我就觉得说，当然我对来了一公，我就觉得行人优先。可是事实上，经过统计，像在台北市，其实这样子的车祸案件也是蛮多的，对吗？对，像我们统计，像去年1月我们这行人被撞，在路口行人被撞，总共有290件。290件，其中有139件都是行人没有违规，就是被车子撞，都是行人违规的部分，就是等于是车辆没有礼让行人的部分。那我们分析它的肇事原因可能在车辆方面都是车辆不礼让行人，或是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对，然后可能在行人的部分呢，它就可能就是没有走行人穿越道，或者是没有依照号志来行走。而且我们有统计说，大概是从每年的10月到1月这个是我们行人发生危险的高峰期。好奇妙为什么是10月到1月？因为可能是天气冷又下雨的情况下，视线比较不好。对，然后大家就会没有注意，对不对？对，而且有时候转弯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车子都会有那种视线死角，还有内轮差。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那个驾驶朋友，或者转弯的时候，像我们开一些轿车或者旁边有 A 柱挡着因为其实很多转弯车都是驾驶朋友都是说他是被那种 A 柱挡住了，所以没办法，所以没有看到行人。转弯的时候没有看见。对，所以可能骑摩托车，可能转弯的时候，你可能身体稍微往前探一下，来避开 A 柱，才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人。我觉得真的要很小心不然有时候你以下某款都某主义其实你酿成大错，你真的一辈子都后悔。对，会这样子。所以公路两片其实行人的安全特别重要。不过自己过马路还是要，虽然是绿灯，我觉得还是要观察一下左右来车对，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因为车辆都有内轮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行人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还是要站在我们的人行道上面，不要站在路口那边，因为有时候可能像我们的大型车辆，我们可能前车轮已经通过了，要是你站在路口中间的话我们的后轮可能就会不小心碰撞到我们的行人。有这种内轮差的问题，可能前轮过了，但是后轮却没有过，这很恐怖对，我们很多一些死亡的车祸，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都不是我们的那个大砂石车司机他们的原因，甚至是因为车辆本身特性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行人在停等红灯的时候，还是要站在我们的那个人行道里面，不要直接踏在我们的路口里面，这样才会比较安全。对，因为公路插管用改时间抬高为低其实堵路红类时差改时间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互相。有时候你自己没注意，对方一没注意的时候，那个车祸就发生了。对，像去年也是我自己的案例就是这样。我其实是在那里等。我其实是绿灯左转，但是对方有来车，对对方对方给右查了，应该在那边等，因为我要转过去，结果我就等得好安心我心里就想说，很安心，而且没什么车。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嘣一声，我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后来原来是有辆车，它其实是要往前开，它就整个撞我的车后面的屁股，就是我的屁股不应该用它冲掉它，结果我根本也没事，我只是停在那边。就他一下车，他就是跟我说拍谁。拍摄的结果很麻烦，一整个月都没有车可以开，整个进厂维修。更重要的事情是，人没有事，当然是提拼没事情。如果对方给查，整个方向盘都是歪的。可是为什么呢？他就是开太快，我走开等呛等而转也会有事情，所以其实车祸是互相，没有人愿意发生，可是双方都要非常的注意。对，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公路两片呢，其实在这边要提醒大家狗年斗嘞，大概还没有聚餐，聚餐就会不小心喝酒，所以酒驾很重要。请问一下，现在台北市酒驾多不多？其实不只是台北市，其实整个警政署有统计就是说我们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3月是我们酒驾肇事还有死亡的高峰期。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因为天气冷。然后又有像那个狗年还有母婴大概是酒吃姜母鸭算吗？对又吃姜母鸭，还有羊肉炉等等，要御寒嘛，还有助兴，所以这是我们的高峰期对，如果大沙丁设酒它的酒类不同，还有每个人的代谢浓度也不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当下是清醒的，然后你就要开车。其实很多就是我们很多车祸发生都是当事人就说，他觉得他自己意识清醒，他走路都没有问题，可是没想到等实际上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对，还有你的反应速度都会不及平常。
对，真的哈。所以队长，你10月到1月的时候，应该都有驾驶哈。像我们侦查队平时在一半的公共危险的案件哈，我给他看很多被查获的民众啊，他是早上被我们的员警给查获，那可是他早上是没有喝的，他这个是在前一天晚上跟朋友聚餐喝酒，可是回去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啊，他那个酒精没有完全代谢掉，喝太多了啦，对不对？吼，有些本身体质的关系，他代谢能力比较差，所以他隔天早上起来也代谢比较差，还没有代谢掉，他就开车骑车出门了，去上班了。那在途中被我们员警拦下来，哇，一测还是酒精过量啊，如果没有过量，他有跟其他民众发生车祸的话，这个可能也会被我们以公共危险来侦办了。真的耶。不过队长，像你这样讲的情形，就是你可能前一天喝很多，因为等于是宿醉，然后可能你的代谢宿醉没有退，可是他就会觉得，我明明是臭昂不令酒，早上起来还不能。真的，我不是要讲你不要遇到警察，我要讲的是你喝太醉，早上还是不要开车。对，我觉得刚刚分队长讲的很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然后每个人对于酒量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可以马改动，因为说我没事，我 OK， 我很好，是不是很多人会这样？对，结果一开车就有问题了。他是真的感觉很清醒，可是他其实一上路就不行了。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真的啦，我觉得不管大家还是中妈啊，然后讲你一谁不好，然后一讲那种酒精浓度很低的，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喝酒真的就不要上路。对，而且挑白改这个检测的没有这么严格的时候，那时候交通意外也是很多，现在检测比较严格。有更严格，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哈，这边讲的是酒驾罚则注意事项。这个是要队长帮我们讲，还是分队长帮我们讲一下？看起来，像那个酒精浓度0.15毫克，之前我们之前的法则是0.25，现在降成0.15毫克了哈。你只要超过0.15毫克的话，我们的罚款就是1万5到9万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并会吊扣驾照1年。是，对，然后你5年内违反2次的话，就会处新台币9万元的罚款。对，然后0.25毫克，对，超过0.25毫克的话，就是刑案了哈，就可能会触犯公共危险了。那可能就要到队长那边去了。对，就是会随案移送到地检署那边去。对，我是觉得这种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有9万 Q 余还2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真的，我觉得你只要造成任何的意外，你一辈子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所以我觉得可以再重一点。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警惕令90不要开车啦，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我再一次提醒，可是很奇怪呢，不管我们那斗天气当中，因为踢响抬杠，还是会有人喝酒，想说没关系啦，应该不会被抓到，还是很多这样，对不对？对。那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就觉得他吃姜母鸭或羊肉炉，对他们觉得他们可能都不知道里面含有酒精的成分，可是到最后被我们的同仁检测说，他说我没有喝酒啊，我只有喝好几碗汤而已对，然后不知道里面有加酒，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万一你吃姜母鸭，因为姜母鸭或羊肉里面可能会加一些米酒嘛，对你还是要等它挥发掉了之后，让它煮久一点的时候，你再喝下肚。对，黑猫就是因为是舅妈阿给，是舅妈阿改时间，你是自己不要开车。我觉得这个台大堂会不会觉得说，哇，好严厉哈，哇，连喝个几碗汤都不能开车？可是这真的是要维护台新加改交通改安全哦。黑猫台大是不是都讲哇，啉到酒，刚讲冇买相关，不过伊实在讲，又重新把改监管吼，其实係伊生意後悔都冇拜托改事情吼，基本依照倡導推動啦，分推動呢度兩片是希望講，大家係多注意安全，因為公園嘅道理吼，不管係交通安全，還係講呢個詐騙嘅問題，大家都要注意。大家先聊下吼，你哋下陣嚟。好，
好，你基本日咧，来提倡大家嘅交通安全咯，诈骗嘅问题哦。下礼拜四公演咧哦，大家哦，其实当风险各项可以注意哦。前一段节目你讲到饮酒嘅事情，那如果我们说嘛，你是该叫妈昂，你是冒时差，可是我就真的很想吃姜母鸭，叫妈昂有个啥？其实还是有一些替代方案，对不对？比如讲第一个，我们可以叫预约代客驾驶。对，其实，在我们食物上面，我们拦酒驾哈，其实闻到整个车上都有味道，但是驾驶没有，然后驾驶都会说，我是代驾的，对，其实现在已经还蛮普遍了哈，所以我们民众可以利用我们的电话预约啊，现场排班，或者是用 Seven 的 iPhone 来预约计程车代驾的功能，是有的，对，还有提议就是，当然你就可以指定驾驶嘛，对不对？叫家人没喝酒的人开车，对，或者是一起聚餐，其中一个同事或者是谁，他就不要喝酒，对，哎，我觉得那个同事牺牲好大哦，不能没有，这应该的。我的意思说，这大家讲好嘛，下一次换你喝，我来开这样子哈。最后一个就做公共运输工具。对，计程车或者是捷运，对，而且这样也比较不会塞车。对啊，恭喜财吧，恭喜财不会很安永嘛哈。不过这是交通安全改部分，基本上呢，绕墙都吹钟，然后你看分水钟那个节目地图，其实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对不对？队长要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小礼物是什么？今天带来我们分局特制的这马克杯啊，好可爱哈，上面有那种漫画画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孙叉哈，男生女生都有。然后另外一个是红色的那个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应景的这个小挂饰，对不对？这个犯罪宣导的这个类似春联之类的。是，基本你最终带来，队长，我们是带了几份要送给观众朋友？10份，对不对？基本上我们准备10份了。10份，好，怎么送呢？乡亲朋友。希望你报喜来那个脸书呢留言，然后等下会问问题吼，你只要留言呢就有机会哈，手到金本英雷夫分享带来一个小礼物哦。到底是什么题目呢？哇，很简单哈。不过在这个讲题目之前，先讲一下诈骗，对不对哈？你聊下诈骗跟问题，其实很对冲感严重。其实就像队长讲的，其实诈骗手法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对。但是还是每年都还是会发生。会发生。诈骗集团它也会根据我们现阶段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时事，下去来讹诈被害人。对，像最近就有很多像改中华电信改填发什么缴费通知这一类的问题，对不对？对啊。像之前也常发生的，就是通知你说要解除分期设定的啦，银行对，假装银行的人员或者是电信公司的人员啊，那骗你说你的这个账必须要到提款机去，他会帮你说解除这个分期设定的动作啊，然后你去了之后，其实他是叫你转账，是，但是他会用一些名目啊来帮你谎称说这个转账的动作是一些其他的设定啊。对。那被害人不知不觉在按转账的过程当中啊，就被骗了，钱就转出去了。还是有，对不对？其实这个很多年了，但现在还是有。还是有。对，还有爱心诈骗有吗？爱心诈骗有，像我们辖内去年啊就发生了一件啊，一个歹徒啊，他就是利用民众的爱心啊，他有一次被害人啊就在超商遇到了这一名歹徒，那他是骗这被害人说他是从嘉义上来的啊，那因为钱包啊、手机啊都被人家偷走啊，身上都没钱，那去求助我们派出所员警也不帮他。然后说台北人都很冷漠啊，这样这一些言语啊，然后来这个被害人当下就心软，然后意思是说就帮他在超商买了一张那个高铁的票，然后他又说他坐到高铁又没钱回家嘛，然后必须要在一些零钱，那个被害人又给他的500多块的零钱，对，合计这个整个金额差不多快2000块。那这样的案件
就是后来那个被害人去报案。那这个歹徒啊，他拿到了被害人给他的这个车票之后啊，没多久他又拿去办理退票，把这个车资啊把它退出来。那他这个之后是这个被害人后来啊，他觉得怪怪的，他于是啊去跟超商去求证，说超商店员跟他讲说刚刚那个人就有把票拿回来退钱，所以他才知道被骗了，赶快跟我们派出所来报案。那我们派出所也很迅速的根据相关的资料就查到了这名歹徒身份。后来有找到，有抓到这一名这个歹徒。我们感觉这种2000多块零件狼云黑工，他一天10件成功，他就2万多嘞。对不对？哈，这个就是其实是积少成多，什么样的手法都有，很超乎我们想象哎。对，所以这就是爱心诈骗的一个部分。对，分队长也是点头如捣蒜，你是不是也很能了解这个很多这样的诈骗案件？因为在我们新闻媒体也常常看到这种爱心诈骗，不管是这种车资，或是卖那种爱心笔的爱心笔要不要特别讲一下？爱心笔真的两行一起都该，我改所以为看头动都改年轻人卖爱心笔。你真的会觉得那是为了要做爱心，你会跟他买。可是恭喜才会俩还会讲，会觉得说那个爱心笔是真的还假的，对不对？有些是假的，对不对？这个一般我们看到在卖爱心笔的，可能都是一些残障人士，他们在路口，在路口推销嘛，这一类的可能有些民众会基于爱心的，会跟他购买。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好手好脚的尤其年轻人，他去卖这种东西，那虽然它是有一个商品存在嘛，那但是总觉得这样的一个买卖行为就不符合常理。没错哈。讲到诈骗呢，其实你讲疯诈骗有一个3不原则，对不对？3不3要原则那大家都会讲一下。其实你也讲假到安用该填把统计，大家要保持冷静，先不要一下就很紧张。还有，我觉得个资很重要，不要一开始就告诉别人个资。第3个就是今天要出的题目对，队长，我们请问一下，我们的反诈骗专线是多少？这个如果是那个要送礼物，要问观众。对，观众朋友要乡亲朋友有看到吗？很聪明你还讲乡亲朋友你都脸书留言摸一下你个反诈骗电话是等下大家看到拨打165答案就讲出来，这个大家要背起来。荧幕上就有了。对，这个165反诈骗专线，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心里觉得不安，会觉得怪怪的，就勇敢的打电话问，拨通电话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这个也免费的。对，免费的好，乡亲朋友走得安用实地讲，到底事情很研究很容易。很好重要的是，今天这个是题目大家做得许多免诉的留言你女夫妇就准备10分解设电话的上本大家所以大家其实大家落去你个复习落去个脸书留言，只有机会做得得到女夫妇就打落去设电话最后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讲的诈骗动不过狗烟的窃盗也很多。对，连关近啊，这个窃贼啊，他犯案的频率也高了。对，像一些住宅窃盗在这个年关前都会发生比较多。那现在像我们一般住宅窃盗它的类型有很多种。那比较常见的他利用这个民众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对。家里空无一人，那他会试着去按电铃，没人开门就想办法做一个测试，一个踹的动作。那今天他去踹这一户，如果都譬如说早上9点、9点半、9点、10点，他去按，如果没有人来应，他或许第一次他不会直接侵入。那隔天如果他隔天早上这个时间再去按的话，如果再没有人应电铃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研判家里没人，所以他就会很大胆的做一个侵入的动作。那尤其像我们一些老旧的5到7楼这种公寓
旧公寓的话，是他们最喜欢挑的下手的目标。是哈，所以都了解到乡亲朋友来讲哈，所以这样队长提醒的哈，那种老旧公寓大家下手的目标，台高来注意。所以其实这边哈，我们跟大家整理一下这个窃盗防范守则。第一个，好，台高走的可以看到哈，有息件好声响灯光到情境的营造哈，其实谁劳动都感应讲啊，我们家应该是有人在啦。哦，时间过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很快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我们的防范守则。不过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你改队长哈，崔总啦，你改分崔总来到节目地图到台家来分享，你讲重要节庆、安全那个重要节日安全维护计划，对哈啊，谢谢我们的队长跟分水长哈，乡亲朋友哈基本应该提倡大家的技能哦，做不大家要知道动好改好信念哦，听你呢哦来做认同了。